精彩欢乐的演出，谢谢。再来呢，要呢来邀请到我们呢这个深耕36年哈，我们最强舞蹈品牌快乐儿童舞蹈团，由我们指导老师洪婉华老师为我们所带领今天小朋友的演出，带来我们这一首幸运的女孩，由我们一群呢活泼可爱的女孩，带着开心努力的心情，追求梦想和未来。来，我们掌声再次给我们的小朋友们，谢谢。女孩，来，掌声我们鼓励，好可爱哦！带着满满的朝气，大家都觉得哇，都笑脸起来哈！谢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很可爱的快乐舞蹈天地的小朋友们带来今天这个2曲呢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出哈，谢谢。